阿宇，我已經好攰啦，你可能係時候返屋企啦。我諗我已經照顧唔到你啦。晏晝14:32，今次我會帶埋阿宇一齊落去。水溫27.5、27.3、27、26.5，水深6.5、7.1、8.2米。pH 7.8、7.91、8.01，水流2.1，穩定，雜質量減至0.012，仲有15秒就到達。14、13、12，我哋進入 Optimum 最佳數值 T-5、4、3、2。阿宇，呢度好靚啊，以後唔使換水啦。阿宇，對唔住啊，要你等咗咁耐，我先帶你返嚟。你終於自由啦。你得啊嘛？小心啲啊！你要照顧自己啊！好多謝你陪咗我咁多年，我唔夠氣啦，喺呢度我哋要分手。將來我哋同爺爺都會再見㗎。拜拜啦，阿宇，我要走啦。